聆聽測驗正式開始。這份測驗的內容只會播放一次，請用25秒時間閱讀第1至第5題的題目。請細心聆聽以下話語，然後回答第1至第5題。阿謙，繪畫班要用嘅畫具你都帶齊啦嘛？外公，我帶齊晒啦。今日爸爸媽媽唔得閒，多謝你嚟送我去上堂啊。車到啦，嗰度有個優先座空咗，外公，你快啲過去坐啊。唔使啊。我每日朝早都去游水，身體好好啊。優先座唔係特別為長者而設嘅咩？點解唔坐啊？你先讀一讀座位上面嘅標語，認一認標語上嘅4個圖示先啦。請讓座給有需要人士。4個圖示係長者、抱住嬰兒嘅人、孕婦同殘障人士，係唔係呀？係啦。嗱，呢啲圖呢，只係舉例，其實所有身體唔舒服或者係好攰嘅人都需要用優先座。咦，呢位女士，呢度有位坐喎。啊，多謝啊，唔使啦。好啦，阿謙，外公，落車啦。頭先車上面嗰位女士面色蒼白，講嘢呢有氣冇力咁。但係面前嘅優先座空咗，佢又唔肯坐喎。可能啊，佢驚會惹嚟非議啦。好多人對優先座有刻板印象，以為只有長者可以坐，年輕人唔可以坐。其實唔少長者都身壯力健，亦都有患病嘅年輕人，所以應該係睇需要而唔係睇年齡。外公，你講得啱啊！我都要消除呢啲刻板印象啊！好好嗱，近日呢有一則報道，一個青年患咗感冒，食咗藥昏昏欲睡，就坐喺優先座上面休息。點知有一位長者上車之後，就強迫個青年讓座。呢一老一少爭執起嚟，影響到其他乘客，咁樣對大家都冇好處。呢件事仲俾乘客用手機拍低，仲放咗喺社交平台。嗰位長者遭到網民留言責罵，咁樣嘅事唔止喺香港發生啊，喺其他地區都時有所聞。不如索性取消優先座啦。呢類紛爭越多，提出取消嘅聲音亦都越大。其實讓座屬於道德自覺，重點在於係咪察覺到別人有需要，然後自行選擇係唔係讓座。係啊，肯讓座嘅人睇到有需要嘅人就自然會讓座，唔會讓嘅人就只會視而不見。有冇優先座根本就冇影響嘅。其實優先座本來係一個好好嘅意念嚟㗎，提醒大家多啲關心他人，從而建立一個互助互愛嘅社會。可惜，當大家使用呢啲特別座位嗰陣，往往因不同睇法引發網絡公審，就好事變壞事啦。其實呢個現象並唔係關愛座本身有問題，而係關乎社會大眾點樣磨合，應該教育公眾，糾正觀念，而唔係一刀切取消啊！到畫室啦，你先去上堂啦。你有2分鐘時間作答。
請用25秒時間閱讀第6至第10題的題目。請細心聆聽以下話語，然後回答第6至第10題。小華啊，睇你坐咗2個鐘，仍然手不釋卷，肯定唔係喺度溫習課本啦。功課係咪做好晒啦？媽媽，呢套漫畫實在太精彩啦，換咗係爸爸都同樣欲罷不能啊！我就寧願睇小說散文，起碼可以提升中文水平啊！媽媽，你好似對漫畫有啲偏見喎。其實漫畫都有好處㗎。爸爸話日本早喺800年前已經出現漫畫嘅雛形，歐洲喺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已經有類似漫畫嘅作品啦。至於喺中國，最廣為人知嘅係喺民初，著名文學家、美術家豐子愷繪畫嘅作品啊！呢啲作品既有意思，又有藝術價值，畫工了得嘅漫畫家能夠提升讀者嘅審美能力噶。豐子愷嘅單幅漫畫配上句子或者短文，寥寥幾筆以生動咁勾勒出人物嘅情狀，內容包含咗人生哲理。我唔反對你睇，但係你睇嘅漫畫完全唔係你頭先講嘅嗰幾個類型喎。你睇嘅嗰啲長篇連載嘅多格漫畫，一睇就停唔到落去啦。多格漫畫讀起嚟有特別嘅節奏，情節有趣又有動感，20-30頁就係一個章節啦，可以隨時睇隨時停，最適合繁忙嘅學生啦。媽媽，你中意睇電視劇，但係一開電視就要至少睇大半個鐘頭。我覺得睇漫畫方便得多啦，就係太方便啦。如果你沉迷睇漫畫，以致荒廢學業，我只可以限制你睇漫畫嘅時間噶啦。再講啊，有啲漫畫可能深入暴力、迷信、不雅、犯罪等等嘅內容，學生未必識得分辨噶。如果受到呢啲思想影響，咁就弊噶啦。媽媽，你放心啦，我睇嘅漫畫都係爸爸推薦噶，內容都係健康同正面。佢話我讀書太辛苦啦，睇漫畫可以減壓，而且漫畫世界天馬行空，培養豐富想象力，對作文有幫助噶。講起想象力，好多漫畫都混入咗想象出嚟嘅情節。心智未成熟嘅讀者會漸漸分唔清現實同想象，唔少漫畫會描繪一啲神奇嘅法寶，又或者話主角有超能力。以前有唔少兒童信以為真，甚至因為咁由高處墮下受傷啊！以前資訊唔發達先會咁樣啫。除咗異想天開嘅題材之外，亦都有啲以歷史事件、天災、科學、社會問題等為題材嘅漫畫，令我學到唔少課本以外嘅知識，並且反思問題，咁樣比喺課堂上學習仲要深刻啊！可以挑選呢啲題材嘅漫畫當然好啦，但係你要注意，漫畫往往為咗推展情節，或者製造有趣嘅效果而將困難簡化，或者突然出現其他角色，掌握咗新嘅超能力嚟解決問題。要知道，現實生活入面遇到問題嗰陣，唔會有法寶或者超能力幫你解決㗎。明白，我馬上去做功課。你有1分45秒時間作答。
聆聽測驗完畢。